上主啊，我感谢你，至关者唱歌称赞你的名实在真好。愿早起时保养你的慈爱，下晡时保养你的信息，弹10条弦的楔琴，用乐器美妙的声音伴奏。上主啊，你用你的作为，互我欢喜。我要因为你的手的所做，唱歌快乐。三甲来吟圣诗第20首，信爸上帝踮伫天顶。请三甲起立。请永远徛咧，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迄个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食，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行着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伫传日着试，着救阮脱离个歹个。愿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请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打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亚多人来受苦。定时计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做赦免，着得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61篇，圣约以弗所人书第2章。恁遮的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伫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
基督通过是一个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接结合。请咱三家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听阮的爸，阮的主上帝。伫个主日的早起，你带领阮众兄弟姊妹三甲自节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主啊，这是你极大的恩典，阮为着安尼来感谢你。主啊，伫个过往的时间，阮若有过失，也是家己无发现的罪过。主啊，求你圣神来指示阮，互阮伫个你的名下面通来认罪悔改，也求主你的保护也看阮，救赎阮，远离凶恶、诡诈甲欺骗的事。主啊，过半外月，2024年就要结束。主啊，阮回顾所要过一冬，阮各团契的事工的推展、活动等等，拢得到你的保守带领，通扩展福音伫即个社区内底做光做盐。要到年底即个时阵，阮犹原煞只感恩节、大感节、圣诞节等等的活动。主啊，求你施恩帮助阮，通顺序来进行，愿你的名得到荣耀。主啊，阮也看到世界也有诚侪所在伫个战争、伫个冲突的当中，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流离失所。主啊，阮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的帮助，互即种者有智慧、有谦卑的心、有怜悯的心，通互和平紧紧来降临。像是今日，也是阮为着下一任的主任牧师监选所召开的会员大会好会。主啊，阮感谢你差遣台北中会中委柯新道牧师由国民长老来主持。主啊，求你的灵施阮帮助，互阮伫个即个过程中，通顺序，通选出合你的心意的牧者，来牧养南门教会，来带领教会，搁来向前迈进，做光做盐来荣耀你的名。主啊，阮将今日的敬拜头到尾，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愿阮的吟诗、阮的祈祷、阮的赞美、牧师的讲道、奉献，阮的好会一切，拢得到你的帮助、你的带领，通互一切拢通顺序，
因讲你的名，过利益众人，将这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甘纳。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赞美一首平安的祝福，请信歌队。感谢圣歌队，或者要来供他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圣经新约以弗所人书第1章第30到14节。以弗所人书第1章第3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懊恼。伊伫基督捌守赐咱伫天里逐项属伫神的福气，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神，伫基督紧咱，互咱伫伊的面前真做神，无通嫌，
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心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来归伫伊，互伊稳定的阳光得到学乐。这个稳定就是伊伫所疼的囝守护咱的，踮伫伊，咱对伊的罪得到赎回，赦免罪过。照伊稳定的哺育，伊是即个稳定用大样的智慧甲见识守护咱到满满，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照伊的好意。第10节，就是伊伫本身所大心定着的，要伫这个日期圆满的时，设法互万米，不论伫天日的，伫地日的。拢伫基督来合一，踮伫伊，咱也真做家业，就是大心受定着的，照迄个趁家己的旨意，行万项有的意思，要互伊的阳光对阮大心望伫基督的人得到学乐，踮伫伊，恁也已经听见真理的道。救恁的福音既然信，就踮伫伊有受所应允的信心抗因。伊就是做咱心结业的准当，对到上帝所得到的业赎回，互伊的阳光得到学乐。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行伊的话的人，讲道。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请好生多无私。感谢主上帝，互咱今仔日会当三甲组织，踮伫伊所举办的所在地圣殿，特别是咱拄仔所读这段圣经，以及咱启用的中间，一直有一个信息的甲咱讲，就是迄个无分外国人、犹太人，拢要成做上帝家来的人。拢是因为伫耶稣基督内面，因为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咱每一摆敬拜，咱通过吟诗学乐，也通过祈祷，将咱家己献伫主的面前，也通过上帝话来得到启造。所以咱今仔日三甲组织礼拜有一个真要紧的回应，咱称作会员互会。咱称做会员的意思，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特别的一个积分。你领受洗礼，成做上帝囝儿，毋是洗礼了后就要等咧死了后上天堂，毋是。领受洗礼是想要互你的性命让得到改变，无共款。靠家己无法度，但是靠圣神，为着我死，为着我国外耶稣基督的性命，迄个大权能伫我内面。互我有改变，迄款的改变，你的囡仔看会到；迄个改变，你的同事体会会到；迄个改变，有当时你暗时安静伫上帝面前的时阵，你会吐气，讲感谢主的怜悯。为什么我以前安尼？为什么我即摆会当有即款的体会、领受？即款的改变，伫你地面上的生命中间，参与伫上帝教会，这咱称作。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徒真重要的信仰功课，也就是讲，咱称做会员有一点啊，亲像你踮咧台湾，你有台湾的国籍，你是台湾的国民，你有台湾的护照，但是要投票的时阵，你就要登去你户口的所在，迄个户口你的所在，你才用咧投票。啊，这个部分就敢若亲像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员共款，领受洗礼伫上帝国下面，全世界基督徒拢成做一家人。拄啊，以弗所书启用的中间甲咱讲，毋过因为参与伫个服侍的顶头，为着要回应上帝呼召，所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体制制度，咱特别有会员，所以两边。咱踮伫会员互会中间，就是咱内心有报道，身躯顶咱有一个红色的记号，咱诚做咱南门教会的会员。但是咱为什么称作互会？嘛含咱拄仔所读的迄幅所书有关系。伊咧强调耶稣基督来已经将两边的人拍破，中间迄个墙甲拍好倒，变做一个信仰团体，无国分，
犹太人、外邦人、外国人，无国分男还是女，无国分自由的人还是奴隶，拢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中间迄个墙拍破，就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信仰群体。台语讲点的基督，现代的翻译讲结连的基督，也就是你的生命中间有亲像恁兜客厅所写迄块字同款，迄块写啥？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的主。我的生命有去经历到这个部分，那安尼时阵，我甲隔壁，你即马坐你隔壁，这兄弟姊妹，咱就会努力，亲像耶稣基督同款，要成做一个会当回应上帝的呼召，亲像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第3段，咱最近来读来，愿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和解的使者，是普世各定稳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永望的记号。所以，成做一个基督徒，真重要。才讲出来，伊的源头是啥？毋是咱家己有厉害，毋是咱家己会当做啥。是因为咱是上帝的百姓，咱有团契生活，团契就是 fellowship， 就是有交陪，有互相带导，有参加小组，有参加咱教会最近亲像即马咧进行的逐工的灵修，咱结连斗阵，这才叫做上帝的囝儿，上帝的百姓有团契生活，那安尼咱就是教会，你就是教会，你行到倒位，甲教会意义带到遐去。教会毋那干那是即个水水的礼拜堂，教会毋那干那是中集会，教会毋是干那咱遮足侪事工伫遮，教会就是你我生活中间显明出来。伊才讲2项：和解使者，第2个叫啥？永望的记号。你去的所在，因会感觉讲，大家感觉较趣味、较和谐。但是有当时吼，咱去人都无爱甲咱讲话。敢若亲像敢若真白目共款，去甲道人拢无啥要甲咱斗阵。毋过，伫个以弗所书，也包括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讲，如果咱若结连伫基督，圣神的换新你我的生命，咱要学习的就亲像耶稣基督共款，成做一个和平，成做一个促进和平和睦的信徒。过来，通过听甲受苦，通过爱与受苦，你愿意付代价。在你去的地方，你愿意付代价，因为你付了代价，结果周遭的人他们的生命比较有盼望，不止你自己有盼望，你家己有愿望来呢，你边的人会感觉较有愿望。咱教会有伫咧做社区的服侍，所以有真侪社区的朋友会来，因可能还无明白耶稣基督。所以，因生命中间当然有一寡因的功课，甲咱同款，咱嘛有一寡挑战甲功课。但是咱知影，咱的愿望伫耶稣基督内面，迄款的愿望，伊会当，互咱今仔日有活力、有活泼的生命。迄款的愿望会促进你今仔日逐工的生活有快乐。虽然外在的身体渐渐衰烂，毋过你内在安怎？你内在生命会日日换新，这叫做基督的温度啊！边仔的人来社区的人会看到这款，所以因三不五时来问讲：来恁家吼，你们的能量好像比较强吼，磁场比较强。因会较想要来，因会较想要，当迄是因的讲法，因的体会。但是咱是毋是有显明这款，互因来看到生命的愿望？有时讲伫上帝时间到的时阵。因为这的陪伴因，咱的兄弟姊妹、相依团契的客友，咱甲因三甲斗阵，有一天时间到的时阵，因嘛会当得到这个永望的记号，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成做上帝囝儿。所以咱今仔日三甲斗阵，咱通过拄仔所读的圣经以弗所书，搁一摆提醒咱教会的本质。起源、甲伊的属性、使命、甲未来，
咱会当三甲斗阵，当然逐个人的经验体会拢无共。毋过咱诚做台北人门教会的一份子，咱毋望上帝互咱的意向，咱搁较清楚。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的第一句，才会讲到你我拢领受一个真奇妙，叫做属灵的福气。逐样逐款天顶逐款属灵的福气，这款的属灵的福气，毋是你死了后才会去拄着。不是你安息以后才会去领受的，不是那个天堂，那个属灵的福气会成为你今天的一个真实的产业。所以，这款的属灵的福气，拢是因为伫基督内面，也是讲咱讲结连伫基督对上帝所予咱这个属灵的福气。这款的属灵的福气，拄啊，咱所读的圣经中间讲到一项。诚做上帝囝儿，即款有囝儿的名分，这是真特别的。你会当诚做上帝囝儿，你有一寡代志都无共款啊。伫阮教会树林教会边啊，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叫做儿童新乐园。迄儿童新乐园也听有小朋友去，有一届我遐过去的时候，拄好看到有一台中型的游览车，即摆小学生一班大概20趟个那尔，人无多。来到门口，除了老师，有当时拢个会有2、3个家长斗阵，这叫做校外教学。中间我听到一个老爸甲老师讲了，伊要大家要入去你会当有悠游卡，还是讲你买伊的卡片？伊买22张，因为老师讲有22个同学，一个内面拢200块，你基本爱200块啦。剩下你家己用的加值，你入去都用你迄个刷卡去耍游戏，伊就一直甲你扣，一直甲你扣。扣到你要离开的时阵，迄张卡片你国行伊嘛，才会看剩偌侪钱，无够家己再搁加。所以都囡仔足欢喜的，今仔日礼拜马上摕到一张卡，伊就用个入去开始承用啊。本了啊，老师甲即个家长在门口，即个家长本来嘛想讲要转去啊，迄阵9点外，想讲要转去公司上班啊，忽然间，一个囡仔走来，这个囡仔再讲：“我要悠游卡，我要一张卡片。”这个家长也唔知影讲，因囝20几个同学，什么人啊？什么名也唔知，敢若知影讲拄啊排队的老师出来，大家拢嘛有嘛，大家拢嘛有啊。那忽然间，即摆想要转去，讲有一个走来讲，伊嘛袂，老师无伫啊，伊唔知即个到底是唔是因囝迄班的啊？伊讲。我为什么要给你？我为什么要给你？伊讲一下，伊讲我是台立的朋友，台立就是因囝。伊迄我是台立的同学呀。伊跟他讲出来就 OK 好，应该买一张给伊啊。不管伊是唔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伫耶稣基督内面，既然伫耶稣基督的人，诚做上帝囝儿。得到上帝所答应逐款属天属灵的福气，咱是这款的好命囝，所以我常常甲教会的青年讲，我们叫做属灵的富二代。咱无所谓的第一代信徒啊，第二代信徒。有人讲我阿祖信主，所以我是第4代。基督徒，你应当讲你阿祖开始信主无毋对，但是上帝敢若有囝、有查某囝，上帝无孙啊。咱拢是属灵的富二代，世间有足侪富二代，你国较好呀，到尾啊，伊嘛着我用世间的方法去解决，不管伊摕几亿来亿去，就算判决140亿互你啊，为着其他的财产，我嘛是爱判。去告我的阿兄，对无？嘛是都爱去告到法院去。为着公司的经营，为着迄个董事长的位，世间的富二代、富3代，咱看到真足侪这款情形。但是咱伫属灵顶头，上帝答应互咱的逐种这款的福气，咱爱好花把握，特别是做上帝囝儿。你有去体会到这个阿爸，逐工暗时你甲伊交谈的时阵，伊会当听你讲，
然后圣神伫你的内面，会当甲你回应一寡你的艰难、你的怀疑，也是你的讨愧。圣神陪伴咱，这是咱今仔日三甲斗阵一个最要紧。咱讲咱是属灵的富二代，即款的属灵的富二代，毋是因为咱家己有才调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安尼讲。来，咱做阵来读，毋是恁拣选我，是我拣选恁，互恁，互恁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安尼，恁奉我的名，无论对求什么，伊会互恁。咱常常咧读这段，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常常会读到这段经文，不是我们选择要信谁，而是天父上帝拣选了我们。这个拣选伫圣经中间有个另外一个意义，你会记耶稣讲过一个譬如无？上帝国的宴席，有一个国王，伊的囡仔伊要办宴席，囡仔要结婚咯，伊足早就发出 invitation。到要食饭前2天，伊经过派罗卜去甲车的人讲会记得哦，阁过2天要到啊。迄个时阵有人安怎？袂记得讲半年前就共答应啊，讲是的，我拄则结婚咯，我即马蜜月袂当去。有个人讲我要牵一台车，对无？迄天当然今仔日袂讲买牛啊啦，我牵一台车，我迄天甲人讲要去试车咧吼。有人即个有代志，迄个有代志。这是上帝国的宴席的譬如 ，invitation 真早都已经发落咱啦。拣选佫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邀请。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邀请你我，成做伊的一家人。所以咱成做一家真丰富有属灵的温素的，咱会去结果子。伊讲的果子，毋那干那果子那尔哈，各位永远保存。我们所结的果子会长存，毋是昙花一现。你若长期，你若愿意陪伴你的同事，陪伴你的同学，陪伴你迄个福音朋友，常常为伊祈祷，敲一个电话互伊，你会发现有一天，这个果子结出来，伊会一直保存掉。通互咱经验，咱白求。伊拢要赏赐互咱，求的就是即个福音朋友，伊会当结果子嘛。阮教会有一个姊妹，今年已经76岁啊。踮咧即几年5、6年，参与伫个教会，咱讲叫做据点的服侍。阮的据点吼，差不多50几个，一班50几个，拜一、拜三、拜四。内面吼，阮限制家己教会的上年团契甲咱个1/3。因为咱若拢家己的人，外口的朋友都无机会啊，所以伫即5、6年，伊一直咧带2个福音朋友，伊感觉同有可能的，一直咧带因。哇，有当时伊会甲我讲牧师啊，哎哟，伊那即马无爱衰咧安尼吼，会缀来据点，有当啊主日礼拜过，甲招伊可会说阵来，教会有啥物聚会灵修会，伊嘛会来。连面后礼拜到啊。感恩见证会，阮拢伫个感恩节迄个礼拜六，今年就11月23暗时有一个见证会，伊嘛拢会来参加。但是，阮这个姊妹讲，哇，牧师啊，伊哪会遐尔啊认真参加，安尼该招要说咧，伊就点无爱讲话吼。我就讲，你就天父上帝求嘛。你毋是要求家己长退休，你毋是要求家己无破病，你是要。求讲，即个福音朋友会当成做一个果子，天父上帝求，伊求，伊的确要赏赐互你。所以这是咱属灵的福气。那安尼的时阵，今仔日圣经继续甲咱讲到第2项真重要。第1项，咱成做上帝囝儿，会当得到即款的属灵的福气。刚刚袂说拄好我讲的迄个譬如，要入去儿童新乐园，你可以拿到那个悠游卡。好，让你进去用。第2个，第2个，得到自由，得到下变。对基督通过伊的死，咱得到自由。咱如果若看到和合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和合本，预备来。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
所以咱定定讲，咱通过耶稣基督是给咱得到赎回，对不？咱第一台语，这个赎回现代台语的圣经讲，咱得到自由。赎回就是安怎？原底爱受关，原底你就爱10年8年甚至死刑，但是你去互赎回，有人代替你，你被赎回了，你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现代台语甲咱反映遮尔啊清楚，这款的属灵的福气，做上帝囝儿的名分，第二同要紧的，就是咱会当得到自由。这款的自由是伫个看起来世间无自由中间的一款自由，迄款的自由是对内在的性命走出来。所以拄啊讲到这个赎回，古早这个字眼的用，是敢若亲像死刑犯封关监，你得到自由。人类历史中间上大的一个群体得到自由，就是咱讲以色列因出埃及，这希伯来人伫个埃及做奴隶中间，上帝通过摩西来引带因，互因得到赎回，得到自由。所以咱看诗篇119篇，这2节安尼甲咱讲吼，来，我要继续守你的律法，直到永远。我要自由自在生活，因为我有祈求你的律例。自由自在生活，有另外一个台语翻译讲，行伫宽阔的所在。巴克利牧师安尼翻100年前的台语，行伫宽阔的所在。现代台语讲自由自在来生活。中文的圣经一样，和合本你会说，看到他说我要自由而行。诚做上帝囝儿得到这款名分，过来咱得到赎回，得到自由。自由的时阵，在你的生命中间，你会显明出来一个自由的人，行伫开阔的所在。这不是讲只要我喜欢就可以做。这款的自由是对你内在生命换心所造出来的一个快乐，迄款的开阔。早起，咱拢会讲鼓励人爱食鸡卵，医生嘛甲咱讲鸡卵吼，即摆咱看到讲，什么一工食3粒5粒拢袂要紧，不过咱较保守，咱一工嘛是食1粒2粒就好。会友会问我讲，牧师，啊你那安尼你碰是食几粒？我碰是大概1粒，但礼拜3去至少爱食2粒。今仔日嘛共款吼，因为你过落去毋知影当时要食饭。啊，毋过即个卵咧，当你若要去煎荷包蛋吼，啪按无够甲拍破壳，开了，即粒卵安怎？不管伊变做荷包蛋，还是变做啥物物件，即个性命都无去啊。所以即句话安尼讲。讲一粒卵，伊若破去，是对外面来 outside force， 是按外面来的力甲拍破的时阵，这粒卵的 life ends， 这个生命就结束。但是如果若是 broken 是迄款 inside force， 内在生命甲这个壳拍破，就表示安怎？内面的富贵仔囝愈来愈偌长 ，life begins， 生命这个生命开始。伟大的代志，拢是对内在来发动。你我咱每一个人，咱定定讲，咱是上帝囝儿，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特别的心意，经验这项，安尼你才会当回应教会的意义。教会就是你我，上帝为什么伫2000年中间设立这个教会？教会历史遐尼侪黑暗、软弱、罪过、战争，对不？为什么到今仔日教会还有存在？太侪人对历史学家讲，若无恁迄所谓的上帝吼，这教会是人类历史同腐败的一个团体。你看，踮伫欧洲的黑暗时期，它的权势大到什么程度？毋是敢若地面上的财宝财产哦，教会吼，连你到底会用上天堂，拢教会咧决定了，是毋是用上天堂？所以尾啊，在咧500年前有迄个宗教的改革的反省，这个教会实在是奥秘。以弗所书就咧甲咱写一项，所以咧讲到你我，咱若真正是上帝囝儿，咱若是真正伫耶稣基督内面真做一个自由的人，
就对咱的内面、生命的内面，会有一个溃烂力量出来，互咱看到咱的教会要阁得到一款新的面貌。所以，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文，阁一摆提醒咱，毋是2000年前有，今仔日犹原共款。这世界充满真多紧张，面对历史顶头战争毋捌停。有人讲无影啦，我虽然都毋捌听过有战争，迄是因为咱毋知，对吧？历史学家甲咱讲，面对历史顶头毋捌有一年无战争啊，是敢若咱毋知。但是这20年来，你手机一摕出来，你啥物拢知啊？哈！多一大的战争，你想讲即马敢若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吗？你想讲即马敢若以色列甲哈马斯甲伊朗的战争吗？干嘛呢？毋那安尼。咱知影踮伫非洲，咱知影踮伫东南亚，甚至咱知影踮伫土耳其、库德族遮，无一天啊，战争停止。所以，咱犹原踮咧即款充满战争、充满紧张性的中间，包括人甲人踮咧台湾，咱看起来真和睦、真互人世界足侪国家欣赏的一个国家。咱台湾是即款，咱家己嘛知影，咱内部也充满侪紧张性，甚至有一寡怨恨存在。所以，伫基督内面，咱会当三甲斗阵，同重要就在一起 ，together。教会同趣味的意义就是伫遮，所以咱拄仔所读的经文，甲咱讲落讲，咱过来读一解来。这个计划，上帝要伫时机成熟的时完成，通互天顶甲地上一切被造物，拢尊基督做头，联合做一个。敢若亲像遐尼，起码遐尼做，大家起来，教会就起来，毋是砖啊，毋是迄个铁棍、水泥、钢骨来起教会，是你我咱遮人起来，是每一个欢喜举十字架来军队耶稣的。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会当诚做和解的使者，诚做愿望的记号。你看这个十字架真趣味。除了耶稣甲咱做阵牙以外，你阁有看到顶头有一只啥？敢若亲像有一只粉鸟共款。圣神来，毋是要增加十字架重量，圣神来是要创啥？互你十字架较轻，对吧？所以罗马人书第8章甲咱讲。有当时啊，咱艰苦甲行袂落去，甚至毋知要安怎祈祷，但是圣神会安怎用讲袂出的吐气，为咱祈祷，引带咱祈祷，带咱往前行，用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通过安尼，咱会当伫基督，拢尊基督做头，诚做一个，这就是教会啊。所以若安尼。愿望咱会当继续伫即个所在，通过耶稣基督互咱的模样。耶稣基督讲：我来毋是要受人服侍，是要服侍人，佮为着人来牺牲家己的性命。这位朋友甘地，伊咧讲一项代志，伊是圣经读足透的人。伊讲，人讲问伊讲：啊，你为什么安尼做？伊讲我干那照圣经行安尼啊。伫南非做一个律师，踮咧英国做律师，转去印度，带印度的同胞做阵，来改变因的国家。伫迄个时代，伊讲即句话，伊讲明白家己上好的方法，就是你伫服侍人，服侍甲袂记得家己啊。你服务人家，服务到忘我的时候，那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方法。你服侍你的牵手，你服侍你的囡仔，服侍你的家庭，你服侍你伫教会所领受的积分，你踮咧你的社区管理大楼中间，你做主任委员，还是讲做一个
角色，一个积分，你伫即个积分顶头来参与服侍甲袂记得家己，毋是讲袂记得食饭，袂记得困哦，是袂记得可信度你到底咧想啥？你原来你想要即个做这项代志的目的是啥？你为什么咧遮？你是想要互人会当甲你抱啊啥？想要啥得到什么成就？甲遮拢袂记啊！服务人、服侍人、服侍甲遮拢袂记啊！毋是为着要互爸爸妈妈欢喜，毋是为着要互牧师学老，毋是要毋是服侍甲袂记的时阵，迄个时阵是你明白家己上好的时机。加里文讲，迄个时阵是你上明白上帝的时阵。认识自己，使我们更认识上帝。认识上帝，让你更认识自己。啊，什么叫明白上帝？就是亲像耶稣基督服侍世间人，服侍甲袂记得家己啊，牺牲的疼，伫即中间来显明出来。所以咱求主帮助咱，耶稣来显明上帝是疼。无论伫电黑条画写的，还是伫一寡壁写，神是爱，爱是神，上帝是爱。伫互咱即个世代，踮伫主基督内面的每一项代志，甚至每一个系统的管理安排，拢真正会当伫基督内面结连伫基督归第一。所以，当咱咧讲教会的时阵，尤其是今仔日咱要开会员互会，伫开会员互会中间，咱望主上帝帮咱。互我想到的，毋是讲我等下爱用偌侪时间坐一只等点名等创啥。互我想到是讲，上帝啊，你到底互即个台北人文教会伫即个时代，你要通过阮做甚物代志？我今仔日安静听候即个听书完成，毋是干那为着讲要互过来的牧师会当明年顺利就任，若是为着即款地面上制度的完成，也是一个事件的完成。是迄个背后，我参与伫即中间，我是毋是会当逐工用祈祷，通好互上帝心意显明出来？那我逐工用祈祷为教会，为着过来的牧师祈祷的时阵，咱要最近看到上帝伊家己行一个奇妙性的代志伫咱的中间。所以每一摆咱组织吟诗学老感谢上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显明上帝听。圣诗258首，伊咧甲咱讲到真重要的，就是咱同齐吟诗感谢上帝。第20咧甲咱讲上帝的圣惠是遍满伫逐世逐所在摕天的，所以原本咱拢是一家对上帝遐出来。到第30的时阵，伊甲咱讲主耶稣伊原来踮伫天顶，甘愿来甲咱中间受艰苦。这个讲到教会啊，所以若安尼的时阵，咱是毋是犹原共款会把握咱做上帝囝儿的身份？咱阁会当知影，咱伫基督内面是一个自由的人。然后，藉着圣神的换新，咱按内部的生命来改变，通好互外口即个生命袂去突袭，袂去突袭。那安尼，咱所领受的，就是这个属灵的福气。咱同齐来吟圣诗258首，请咱做声感谢上帝，请起立，咱来吟全首。
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咧成国公堂的教会内面结连斗阵，恳求主引带，通互阮会当日日换新。主你甲阮差目标来跑走，我靠，真正是你的圣囝耶稣基督，伊宝贵的救赎，阮会当结连伫你。安尼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感谢科博士的敬道，下面奉献，要请叶侯一执事甲陈怡如执事。请起立，十个人奉献的时光。消息报告，记载伫咧周报的第2版。第一欢迎甲感谢，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今日也感谢台北中会中委郭新道牧师的正道勉励，以及由国宾长老来主持咱线接要举行的会员的好会，下一名牧师的监选。礼拜后，请留落来请安交谊。今日嘛是有爱餐伫咧地下室1楼，请大家来做伙来享用。第二小会今日第2周礼拜后伫6楼有开小会，请长老到6楼来参加。第三灵修的默想。约翰福音的灵修默想已经伫咧顶礼拜拜5圆满来结束。咱真感谢这2个月以来传道组以及咱侪同工的参与。煞遮咱要伫咧圣诞节，通常是头前40天吼，咱大概伫咧11月26，后礼拜拜2开始咱2024年大港节灵修默想。即届咱有特别邀请咱全体的中心吼做伙来用家己所个有相关的根据，来写感想等等的。
嘛有来录音。毋敢若是现今的中级，咱嘛特别有邀请咱民副长老、罗洪书长老、蔡政府长老以及咱李局处长老来做伙来甲阮投入，来甲阮参与即个有意义的事项内底。请咱看周报顶头有一个 QR code， 咱会扫那个 QR code， 咱准备先来领取基督降生伫个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第四感恩节下礼拜感恩节，咱伫个礼拜中要颁发奖学金来奖励咱主日少年团契甲青年团契的主题。第52月份后个月有重要的形式，伫写伫即个所在，请咱来过目。12月第一个礼拜就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也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12月7日有中集会，12月2日拜六下晡3点，伫教会举办圣诞的庆祝会加爱餐。12月22是圣诞节的赞美礼拜。12月29是今年最后一个礼拜日，咱有要举办圣礼典。团契消息，第一个少年团契的例会要刷到后礼拜。详细伫咱周报下骹即个教界消息，才第二项少年团契，过2礼拜，12月7、6有一个北中的少年部的会员大会，请少年团契兄弟会长梅老师还是丽丽姐来报名。第二夫妇团契，即礼拜拜六要伫个举办即个淡水三芝淡水三芝的一日游请戴任宽执事夫妇来报名。妇女团契12月29拜五早起伫个大场町教会有北中妇女部的年会。详细各过迄礼拜12月7日有黄崇仁医师的专题演讲，请妇女团契姊妹来注意，来会长玉兰姐来报名。教界消息、大道的事项以及后壁奉献。后壁奉献，请咱家己来过目。若有啥物重大的所在，请办公室来跟进。伫个会员互会的大省进前，我先来介绍今日先来咱的朋友吴文彦先生，是不是？有没有在？吴文彦先生。吴先生本来是红国长老会，欢迎来参加刚做的礼拜。煞者咱要举行聘幕的好会，拜托台北中会柯信道牧师甲尤国平长老来主持。咱可能要拜托有一个倒话伫遮咱感谢上帝，互咱台北南门教会今仔日伫礼拜中，咱举行会员互会。伫咱长老教会会员互会是礼拜的一部分，也就是讲尊上帝做主，是上帝伫咱中间毋望咱能够回应上帝伊互咱的积分甲机会。所以今仔日咱来教会时阵，踮伫个一楼交台所在已经有做一个登录的动作所以咱的身躯顶，不管是咧手还是衫，有打一个记号。我要踮咧即个所在先问一下，若是咱台北南门教会的会员，拄我有讲过不管你咧倒水咧，但是你的会籍有伫
台北南门教会，敢若亲像咱拢是台湾的国民，但是我的户口若伫高雄，我都袂当选台北市的市长，哈。所以咱拢所以你阁是会员伫个台北南门教会，你手头无做记号的，请举手一下好无？哦，有人无做落记号，你伫1楼讲有签到，有啦，有啦，大伫手，拄啊有人举讲你无记号吗？就你没有那个红红的，你是会员。但是你来做礼拜的时候，在1楼没有被签到那个，有没有人？有无？后壁有一位，咱来请长老 check 好无？拄啊举手这位吼，拄啊举手，你是咱台北南门教会的会员嘛吼？爱请，这就爱长老来 check 吼，因为咱兄弟姊妹，大家最近做礼拜，咱袂讲是多一个教会吼。OK， 好，我只是要确定这个哈。这就是咱来学习的啦，就是这个投票中间，咱拢会当清楚。我有来做礼拜20年啊，伫阮树林教会嘛有，哦来做礼拜20年啊。啊，甲问讲啊会籍，哎哟，我都囥咧台南遐较好吼，伊就是会籍无要选，所以大家若要选长职，要投票吼，伊就报告了啊，伊就拢会踮咧遐，就手变一下吼，甲牧师长老讲我要走啊吼。会员开会的时阵，伊就离开哈。啊，这就是咱咧讲的，即马需要确定，哈，包括楼顶，咱是台北南门教会的会员，所以你已经有伫个1楼有登录，因为安尼的时阵，咱才会当知影咱成会偌济。好，我问2摆后，吼，会员拢是咱同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即时谦卑伫你面前，领受你，互阮遮尔大的恩典，做你的囝儿。毋那安尼，搁踮咧台北南门教会即个大家庭内面，阮诚做会员。所以即个时阵，阮要三甲来回应主你，互阮的异象。教会甲一个阶段有牧者的变动，阮确信主上帝你的心意。要永远显明，通过今仔日，阮会感选，其实是来感谢上帝。通过小会的推荐，阮要来成这项美妙的事。求主你引带，互阮的会员和会会当荣光你的名。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每一摆咱开会员会，特别是咧感选牧师，咱伫咧台北中会99间教会中间，咱中会就会派2个，一个是牧师，一个长老来咱中间来主持。所以除了我可信度，我即马伫咧台北树林教会以外，咱有一位长老，由国宾长老，咱也顺续请伊5年前伊来过吼，伊是台北永丰教会长老，啊伊来协助咱即项，互咱请坐吼。好，安尼咱迄个。咱有报道的人数是190个，毋过伫咱选举的规定中间，咱用发票数，吼，用发票数，就是讲，等下按由长老者发出去的票有几张，咱用发票数做准啊，190，看发几票，爱2/3，吼，才有价。啊，咱的会员今仔日应该出席是218个，218个爱3/2才成会，爱146个成会，所以咱已经有190个出席，所以咱的会员和会成会，我们的会员出席2/3才成会，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宣布，我们今天的会员和会成会。啊，咱即马爱请长老来协助来发票，吼，咱请有几个长老？7个，吼，来，咱请伫咱会摕30张，吼，拜托咱，因为长老较会知影，拄啊咱咧讲的有报道的会员，吼，包括楼顶楼骹其他的楼站若有会员的，咱拜托技师甲提醒一下，
来2楼还是3楼，好无？吼，1楼若是有人，还是3楼、4楼、5楼若有会员的会基地，吼。啊，咱即马张罗摕是30张，吼，多谢，因为小会员较知影吼，摕30张，啊，咱分咱的区域，啊落去分送，啊，咱摕着了后，请咱的基地，伫即个牧师的名顶头，迄个箍仔的内面哦，迄个位，你看用大圈，啊用大鼓拢会用的，吼，大圈啊大鼓拢会用的。会记得你即个票，毋是要选互即个牧师，是回应上帝。咱做上帝囝儿，咱今仔日参与即个大家庭内面，所以你大圈大鼓拢会动的吼。啊，这是小会推荐，上帝要引出咱南门教会佫另外一个阶段。咱相信这无共款的阶段，上帝要做新的代志。我们说上帝是行新事的上帝，看咱安怎回应啦。毋是上帝要做歹做，伊早就做啊，是看咱安怎回应哈。所以你若有需要笔，隔壁小摕，啊看你是大圈大鼓拢会动，啊你小甲拗起来吼。等下我爱确定咱发几张票，咱遮动作拢做好，咱才有收票。好，多谢。啊，咱应该安静吼，啊摕票，摕笔，啊，咱毋是会员到迄落吼，都毋通摕票。感谢咱兄弟姊妹，今仔日吼天气有变化，佫欢喜来敬拜上帝，啊参与会员聚会，哦，这是咱一个真来吼楼顶遐吼。啊，包括长老家己嘛都爱摕票吼，咱一人一票，啊长老家己本身嘛有。啊对，伊系长老，系因为7个还有楼顶楼骹吼，伊会当。来，那拢有摕到票，啊你家己票摕掉，啊然后看大圈大鼓，当然你若有其他的意见，你就看无拍到迄落，啊若无大圈大鼓拢会用的，吼。大圈大鼓拢，啊你了后你就先甲拗就好，啊小等一下吼。我讲收票的时阵才有收，咱来先确定咱发出几张票。来楼顶拢有无？楼顶的会员啊无票请举手。这边拢有吼，这边有无？楼顶，吼，因为长老已经来啊，楼顶拢有啊吼。我讲2摆啊吼，楼顶拢有啊。楼骹啊个啊无摕到票的无，包括长老。包括长老，吼，包括长老，来，包括长老拢有摕到票吼。啊，咱分票了，剩的摕转来由长老遮，嘿，拢分了吼。啊，看咱由 ，OK 好。来，我阁问一解吼，有会员无摕到票无？来，有会员无？来，请长老摕，吼。来，我有看到伊有大红贴纸吼。有可能伫儿童牧区，来有几个爱确定吼 ，OK， 好，来到遮哦吼，好，咱到遮一段落，安尼咱请长老会当请坐吼，啊请由长老票来你确定看。来。请咱安静吼，因为我宣布一项代志，啊，咱就要收票啊。咱即马目前发票是189张，哈，189张，所以咱会用即个做一个分母基础。来，咱选票选好啊吼，大圈大鼓拢会用个啊，对折就好，安尼咱等下较好整理。来，那你请小会员协助，咱来收票吼。来，你就甲投落去就好吼。感谢咱最近3个配合。踮咧台湾总共有要4000间教会，有亲像安尼会员参与的吼，敢若1270间，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剩的教会吼。
差不多无亲像讲哇，牧师就爱做用投票，啊长老即使用投票，伊嘛有因的方法啦。但是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特别，世界一个长老教会咱拢会用这个方法。来，若有你票未迄落，你手小比一下，长老就会来服侍，甲咱收票。好，咱收票票就甲放落就好吼。OK。楼顶阁有人票未到无，拢好啊楼骹阁有无？你的手头阁有票，咱这票忙无条来好，安尼咱就来头前遮，咱看咱长老教会特别是监选牧师的开票真单纯，长老协助甲票拢摕出来，邮局因拢甲整理好了后，就是中委的长老、邮局边长老。会甲分出来咱请一两个长老协助甲拍开咱请一两个长把它大卡叠起来咱两边就会当安尼一个完成两边等下礼拜三迄个郑雅长老又宣布，咱因为有爱餐，所以礼拜三咱会去地下室去交陪会当各会当安尼大家关怀。最近加分，今天这个时代可以在一起together 非常重要伫个长老的整理票的过程，咱嘛各三甲分享，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叫做小会来推动治理教会。小会就是长老甲牧师小会就是长老甲牧师，所以咱像讲咱举行圣礼典，12月29有要圣礼典，有要洗礼，这小会主持。小会主持的意思，毋是讲因捧杯、捧饼，包括洗礼新的会友、长老，会一段时间会特别关心因属灵的使命、教会的生活。这个是长老的职分，伫教会聚会中间真要紧，牧养、羊群、代祷，为会友祈祷福音的见证。这是长老同重要的职分所以包括咱开会和会，咱嘛叫做小会办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咱会看长老较辛苦，伊咧做这代志，因家己踮咧公司无咧做啦家己踮咧伊职场顶头无咧做这代志，这拢是请其他的员工。但是踮咧教会因真做一个同要紧的服侍者，所以咱踮咧教会常常爱为了长老祈祷。常常为长老祈祷，互因会当踮咧教会，亲像耶稣基督共款来服侍上帝的教会。好，是。要这请科牧师就对。
咱今仔日应该出席是218个，当然咱的会员不止安尼，但是因为有一寡不可抗力，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开互会，咱无请假的代志，咱叫不可抗力。亲像因暗阮要厝诶要食饭，互阮囡仔大汉啊，阮逐礼拜食饭，啊囡仔若袂当转来伊讲阿爸，今仔加班，我较晚，啊恁先食，这个叫不可抗力。无甲阿爸讲哦，我今天晚餐吃饭我请假，没有这种哈。所以咱长老教会无请假，会员会无请假，因为有不可抗力，破病、加班、出国、出差，啊，像等等有一寡原因，啊，所以咱会甲小会员讲啊，我不可，所以咱会法规上讲叫做不可抗力安尼哈。伫即个所在，我来报告咱今仔日监选的结果，咱发票189票，收票189票，得票都爱2/3，2/3就是爱124票，哈。所以咱有得票165票，其他24票。伫即个所在，我来宣布，咱今仔日监选通过吼，咱感谢主，咱习惯性。咱将应当归予上帝。伫咧咱南门教会这历史的中间，咱确信上帝将伊家己看最好的牧者带到咱的中间来，要予咱来经验上帝带咱行新的阶段，做新的代志，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员互会牧师监选顺利来完成。主圣神啊，恳求你来换新阮的心智，嘛，互阮会当看到主上帝你放伫台北南门教会的异象，阮会当甲小会员、甲长老三甲斗阵来欢喜你，互阮的目标来跑走。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你的慈爱甲怜悯拢无离开阮。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柯牧师甲杨长老，上营信息第403首主找欠我，请起立。主找欠我，主找欠我，主找欠我，耶稣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主引带我，求你引带主充满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众人三甲斗阵，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灭倒闭会。